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咁好快啦，又一年啦。咁過去幾年啦，我都可以用八字嘅方式啦去拆解同埋去討論預測樓市嘅市況，到底係升啊定係跌？咁我睇翻之前嘅記錄啦，咁原來上一段片討論樓市呢，原來已經係2024年嘅11月啦。咁都有一段時間。咁啱啱今個月呢，就12月趕得切出片啦，可以保持翻每年起碼出一段片係關於樓市嘅先。所以今集我哋會用翻相同嘅方式去睇樓市。記住唔係用香港回歸嘅八字去睇，而係用人物八字嘅方式啦，慢慢一步一步去推敲，到底樓市嘅未來啦，會唔會好似阿施生所講呢？會連續升足6年。如果中意我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嘅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對上一次出嘅影片啦，係2024年嘅11月9號，咁足足咧都有1年嘅時間啦。咁當時咧我都有論斷過，可能2025年咧樓市咧會一路沉睡，直到去11月到12月呢啲咁嘅時間咧會醒一醒嘅。而樓市咧喺今年年尾咧就剛剛好有呢一個嘅回春嘅跡象，咁呢一份暖意到底咧可唔可以持續幾年呢？係非常之值得我哋一齊去討論一下嘅。首先要講講咧就係呢單新聞，咁最近咧施生就預料啦，未來樓市會有6年嘅持續升浪，而且樓價會由低位上升85%，咁睇得出啦，施生對呢個樓市咧係充滿住信心嘅。但對我呢一個普通人嚟講啦，升30%咧都好厲害啦，咁升成80%幾咧，簡直咧係一個發達嘅信號啦，係咪？咁無論乜嘢人預料都好啦，咁喺我哋呢一度都會係用玄學嘅方式咧，以字論字嘅方式去探究，又或者係揾出未來發展嘅玄機。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施生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己丑年、丁卯月、丙午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行緊嘅係己未大運、月至流年。打開個八字一睇啦，就會好容易睇得到有一個嘅特點，就係原局裏邊係冇金嘅元素嘅喎。施生係丙火日元嘅，而火克金。十神係代表住財星嚟嘅，財星係代表住金錢同埋能力。以施生嘅地位嚟講啦，真係冇錢同埋冇能力。咁現實角度咧就剛好相反啦，係一個有錢有實力嘅人物嚟嘅。咁答案咧可能有2個，一財星咧就喺原局嘅時辰裏邊，因為我哋始終啦都冇一個真實嘅時辰啊嘛。二就係財星嘅位置咧，喺呢一個嘅大運裏邊出現。好，咁我哋就將個大運列佢出嚟先，好似睇到啲嘢喎。由43歲嘅大運開始，行嘅係壬戌、辛酉、庚申呢3個嘅大運。呢30年嘅財星咧係比較上旺嘅，因為有金嘅元素啊嘛，即係代表住做事處事方面咧都較為信心嘅。咁因為咧財星係代表住能力嘅意思，63歲庚申運行完之後啦，咁73己未運咧就好似差咗啲啦。咁原因係己未呢一柱咧係冇金嘅元素嘅，亦都係冇財星。踏入73歲嗰一年，啱啱好就係2022年啦。咁我印象中啦，咁嗰一年咧有全內地嘅佣金咧好似出咗問題嘅，咁我唔係好肯定噶。咁如果我有錯嘅話咧，麻煩留言話翻俾我知啊。好，咁我哋咧呢一刻咧就要借助施生嘅力量啦，幫我哋去推斷未來嘅樓市走勢，就一定咧要先睇一睇明年太歲對原局同埋大運嘅反應。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乜嘢係赤馬紅羊劫，咁到底係乜嘢嚟嘅呢？咁對自己有咩影響呢？咁我會喺下一集咧詳細同大家去拆解一下。所以啦，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喎。
咁回歸正傳啦，咁赤馬紅羊咧對師生嘅八字嚟睇咧，咁個影響同埋衝擊咧，其實都頗大嘅。我哋就嚟一齊去望一望啦。下一年呢，丙午年為赤馬之年，日主嘅日元咧係火嚟嘅，所以同為火嘅赤馬太歲啦，十神就一定係比劫星。現實世界會係同輩、同事，又或者係合作嘅伙伴。而喺呢一度啦，我哋可以發現得到一個嘅特點，丙午太歲咧剛好同師生嗰個日柱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坊間見到呢一種情況啦，就一定會話反吟、伏吟、雷吟吟，到底係唔係真嘅呢？咁呢一次咧，我可以同大家講係真嘅。咁有睇我呢個頻道啦，就一定可能會覺得我喺度搬緊龍門咯。咁之前又話唔使驚嘅反吟伏吟，而今次主要原因啦，唔係在於所謂嘅反吟又或者係伏吟，而係喺呢一個嘅五五刑嘅呢一個嘅地支上面。下一步用翻我哋之前批斷嘅方式啦，將太歲一個一個放入去原局同埋大運裏邊。午同未有六合嘅關係，午同丑有刑嘅關係，午同卯係冇關係，午同午係有刑嘅關係。我哋重點嚟望一望同太歲有刑嗰一部分先。第一個係午午字刑，午火嘅十神係比劫星，現實世界係朋輩關係嘅人物嚟嘅，有刑即係受到損害，關係咧係有損嘅意味嘅。第二個就係午丑刑啦，受損嘅位置咧係食傷星，代表一個人嘅思考同埋計劃。有刑咧即係受到損害啦，即係想法同埋計劃受到人哋嘅影響，而且丑所藏嘅貴水咧都俾人打走咗，而貴水咧係官殺星，屬於名譽同埋資產，所以係名聲上面咧亦都有機會有損嘅。如果整合師生嘅運勢走向啦，以字論字嘅方式去批斷呢，八字裏邊睇到嘅信息係引起唔少嘅質疑聲音嘅。名譽亦都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，用佢為核心人物去定針呢，以我嘅個人見解，相信樓市未來咧仲未揾得到嗰一個嘅出路嘅。就會好似我上一年嘅批斷咁樣啦，會醒醒，然後咧就會又再瞓過。物業市場又唔止於樓嘅，咁當然啦，仲有鋪啊嘛。咁鋪市咧就係以李根興嚟做一個嘅參考。李根興曾經講過啦，喺年底咧會再斥資過億元咧再佈局嘅。咁到底佈局有冇想象中咁順利呢？咁我哋又一齊嚟拆解下啦。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李根興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甲寅年、丁丑月、戊辰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行緊嘅係壬午大運、乙巳流年。李根興今年選手嘅批斷啦，上一年其實已經做咗啦。咁呢一集咧我就唔喺呢一度重溫啦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揾翻我嗰個嘅影片連結。咁呢一刻啦，我哋重點去睇佢明年嘅運勢。喺呢一個嘅赤馬紅羊之年啦，咁同樣佢都係咧赤馬紅羊嘅受害者嚟嘅。首先佢嘅日元咧就同師生係唔同嘅，係戊土日元，屬高山嘅土，火生土，對應赤馬太歲嘅十神係印星，即係情緒同埋感受嘅意思。同之前一樣啦，將太歲放入去原局每一個地支裏邊。午同午有刑嘅關係，午同人有半合嘅關係，午同丑有刑嘅關係，午同辰係冇關係。如果我哋重點去睇刑嘅部分，首先係午午字刑，呢一個嘅午火啦係印星嚟嘅，現實世界係代表住情緒啦，又或者係公司。即係公司咧要面臨一個較為難去應對嘅抉擇，而另一個係午丑刑，而丑咧係比劫星嚟嘅，比劫係代表住佢嘅合作夥伴同埋朋友，
比劫星受損嘅話呢，即係為咗公司嘅前路而要放棄一啲人物嘅關係，而且癸水為土嘅財星，同時亦都會令到佢處事方面呢較為力不從心。歸納所有重點啦，咁就係公司嘅發展方向呢難以作出一個嘅抉擇，人事嘅問題呢亦都難以處理，用佢嚟定針嚟參考鋪市嘅走勢呢，我相信啦，反彈嘅機會呢就唔會好大嘅啫。因為喺佢八字裏邊去睇啦，咁嗰一個嘅抉擇呢係偏向負面嘅，所以算唔上係一啲好嘅發展方向。咁總括而言啦，2026年嘅樓市同埋鋪市喺沿海角度度睇啦，咁未見到一啲好好嘅跡象。物業市場未來嘅走勢呢，會偏向沉睡形態，未見蘇醒。咁如果你話有急切需求自住，而且現金充足嘅話呢，咁入市置業呢，咁當然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如果你係啱啱好嘅嗰一種呢，我就建議你停一停，諗一諗先。如果大家對拆解八字有興趣，又或者係想有系統咁樣學習點樣去拆解八字嘅話呢，歡迎瀏覽呢一個網站，獲得最新嘅開課詳情。今集嘅視頻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鍾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呢，記住撳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